南台头家女协会114年新春团拜伫咧永康区场场，参会是开76道，邀请会员姊妹以及各界贵宾共同参与。暗会一开始，由现任的会长高贵清带领历任会长入场，气氛欢乐又热烈。身为老板娘的我们，不仅是家庭的灵魂，而且是事业的舵手，更是我们社会中间的担当者。展望新的一年，我希望协会继续秉持着凝聚、共创、共荣的核心理念，深化文化的传承，推动彼此的成长。南台头家娘协会成立伫咧民国88年，至今已经有26档的历史。伫历届会长共同努力之下，协会持续成长，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精英努力、终身学习、异业交流的大平台。我们老板娘协会成立至今已经有26年了，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要带领一些妇女团体，从协会学会更多的一起成长的课程，让大家一起成长茁壮。除了带领会员姊妹持续学习，南台头家女协会也将持续关注社会公益议题，结合会员朋友力量，温暖关怀社会绿色角落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